萬眾矚目的今明中國2026年第二季實盤爭霸賽於7月10日正式開賽，總價值20萬美元的豪華獎池全面開放，高額現金大獎與海量獲金幣正等待有實力的參賽者贏取。一場屬於全球貴金屬投資者的巔峰對決正式上演。本季今明中國實盤爭霸賽延續零門檻、高獎金、真倉實戰的核心亮點。所有持有今明中國真實交易賬戶的新舊客戶均可報名參賽，不收參賽費用，不設資金門檻。不論是初入市場的投資新手，還是經驗豐富的交易老手，均可在這個實盤競技舞台中盡情展現個人投資實力，瓜分高額現金大獎，贏取專屬榮譽。賽事正式開啟後，成功報名的參賽者將自動獲得88美元交易優惠券和8美元注資回贈券各一張。開賽即享驚喜，輕鬆開啟本季賽事新征程。在賽制的設置上，本季今明中國實盤爭霸賽繼續用備受好評的雙賽道模式，盈利大師賽和勝率達人榜兼顧不同風格的投資者。其中盈利大師賽考驗參賽者的收益能力，最終冠軍將獨享2萬美元現金大獎；勝率達人榜聚焦操作穩定性，冠軍可得500美元。兩大賽道前100名均可獲得階梯現金獎勵，更有海量 Wolf 金幣等待瓜分，多重獎勵兼中兼得。賽事全程真倉實戰，排行榜單每個交易日內動態更新。今明中國以透明的交易環境、健全的風控體系確保賽事公平公正進行。賽事期間，今明中國也將繼續堅持以客為先的服務理念，為所有投資者提供專業高效的理財服務，提升參賽者的競技體驗。今明中國第二季實盤爭霸賽的戰鼓已經雷響，獎勵正在瓜分，即刻登入今明中國官網、APP 或 Wolf 社區報名參賽，用交易智慧書寫屬於你的榮耀篇章，把20萬美元獎池中的豐厚獎勵收入囊中。